愈来愈水，杨小丽。今仔日为什么我会当来到这呢？头一个原因就是公司台语台头一个节目就是我主持的哦。今仔日的身份是一个评审老师，所以今嘛开始我会最严肃、最严格的对待大家。互大家要看卖，我的职业是咧做社会。太低的，太低的。差真济。我唔是先生啊，我就甲讲叫小姐，咱家无叫小姐的服务哦。你这个人哪会安尼啊？这个时阵门碰一下，甲我锁伫因兜的厝内底。你哪会使上卡打上准？你哪会使安尼负心汉嘞？顺哥，你哪会遐尼久无来找我啦？我可以平时我若唔是卡头开刀，我即马就冲落啊！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甲大家报告一下吼，本节目吼主要就是来邀请咱全台湾爱练喙花的好朋友，做伙来练喙花。拢是歌手中的歌手。啊，若练了好的话，食咱第二季 officially 嘿，正式哦，要来比赛啊！即马拢敢若介绍出来尔，互恁熟悉，互因练一个喙花古水安尼，就无啥物紧张啦，嘛无讲介有压力啦，是安那。毋过因拢知影落来，阮要比赛啊，比赛是有。奖金通摕第二季，阮要甲人送出来的。要甲送是啦，我要送互因的奖金足济的。第3名有3万块，哦，3万。第2名有8万块，再来第1名得冠军的迄个人，几万？可以20万啊！足济啊！我有足重要的迄先还未请出来，迄2先。好，马上来欢迎咱的评审，第一位就是咱的评审长顺哥，欢迎。强自有强手，一山自有一山高。是的，这个若要比赛吼，大家吼，这个卡本都要传落来。好，多甲无好来。对，是，才有法度得第1名，20万甲摕转来咯。你讲好无？再来欢迎咱的好评。大家好，我是喜剧贵公主黄和平吼，敢讲比练灯更较重要，所以讲敢讲卖紧张，加油！加油！敢讲卖紧张，还佫爱生了水。哎呦，这无简单。那毋过我佫有一个空位伫遐。这位吼算是咱演艺界的老前辈。哦，足老。咱自细汉看伊的电影，甲大汉。足恐怖，伊自细汉就甲我爸爸斗阵做工课。哎呦，我都足欢乐的。欢乐。好你家在，无啥物大代志。无啥物大代志。无变做妈妈。生了足水，啊佫巧，啊佫会晓表演。啊，拢无改变。愈变愈水，细汉时阵是古水嘛，啊大汉愈来愈水啊。哦，做伙来欢迎这位愈来愈水杨小丽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小丽，我小改前辈。哇！我是一个主持人，我嘛是一个演员哦。今仔日为什么我会当来到这呢？头一个原因就是我5岁时阵就开始拍电影，安尼算起来，哦，30年的经验哦，遐久哦。无啦，中我有13年的时间去读册，所以我是政治大学毕业的，我是黄和平先生的同学。所以，伊有几支无我拢知哦。敢通讲啊？这嘛毋是重点嘛，重点就是咧，我有得到金钟奖的肯定。其实我少爱我的工课啊，做到今嘛哦，啊算起来哇，要30年啊，我嘛无后悔啊。上重要就是公司台语台头一个节目就是我主持的哦。虽然我的
台语毋是少练长，搁有淡薄臭灵丹，毋过是毋是足够水？好，今日来到这呢，自我介绍。 有一个重点就是，我嘛是一个配音员，所以若是哦，你有听过迄《哈利波特》内底妙丽的中文的声，就是我的声哦。我用台语讲给你听吼。什么？你是哈利波特？我是妙丽葛兰杰啊，Kiki， 不 Kiki 啊？刚知影是什么？去去武器对啦，去去武器走啦。拄则听到啥物？互你跋倒甲妙你过来一个是啥物啊？无啦，迄个叫做海里跋倒哦，啦。海里跋倒，互你跋倒，就是哈利波特啦。其实我今仔日的身份是一个平信老师，所以今嘛我开始我会最严肃、最严格的对待大家。不过上重要希望大家会当最欢喜的享受这个舞台，感谢。欢迎小丽，欢迎。吼，要做咱的节目的评审，原来无简单的。伊叫出来搁爱表演，搁看自表演我介绍，安尼才会当做评审。对对对。啊，咱来欢迎第一位歌手出。欢迎第一位歌手，欢迎咱的康迪。大家好，我是台中来的康弟，头空空，强强弟，康弟。你若是感觉无好记，就记迄坑碗坑弟的坑弟。啊，我有2个姐姐啦。啊，人拢讲迄上细汉的上得人疼，无毋对啊，因为我2个阿姊拢无互我枵过，也是冷过。啊，因为毋管我枵也毋枵，伊拢感觉我永远无食饱啊。哈，我阁有一个阿兄，伊是做老师的，老师是安那，就是爱念呐。哈，每甲伊开讲的时阵，伊头一句话就是讲吼，啊，你敢知影台中的炒面都爱买猪血汤？我毋知。你敢知影鸟车爱大米，无爱葱仔甲卵仁？我毋知。你敢知影阮2个人是安怎会做兄妹？我衰，我虽然毋知，但是你一定知。吼，拄着阮阿兄，就是拢互伊讲啦，拢互伊讲。啊，讲煞我的兄弟姊妹，就讲我的爸爸妈妈，因吼都安尼。啊，康弟啊，毋管你做啥物代志吼，你拢免烦恼，因为爸爸妈妈拢会支持你。吼，做你去，遮因拢袂讲啦。因会讲啥？你是咧创啥物小叮当啊？哈，啊考啥物分数？啊，是我无路用的啦。迄种甲你骂、甲你骂。但是会斗六学费，迄种无法度甲爱讲出嘴，传统的爸母啦。啊，以上是我的自我介绍，真欢喜来遮，甲大家练喙花，谢谢。谢谢，欢迎康迪。你这种无表情的呢？系啊。我嘛真介意。啊，咱平时拄则看到咱康迪伊的表演，你感觉安那？康迪平常时的时阵讲的迄练喙花是较不登大概的练喙花，所以讲今仔日讲个正常的有淡薄仔紧张，可能较无自然。要毋过我感觉讲是袂歹，有家己的风格。要毋过伫咧角色变化的时阵，会当徛无共的所在，甲迄变化讲变甲搁较明显一个，变化一个较好啦。是。啊，我头看到吼，因为呢，康迪真好笑。大家好，我是台中来的康弟，头空空，强强弟，康弟。你若是感觉无好记，就记迄坑碗坑弟的坑弟。啊，你爱家己发挥更较好诶。阮隔壁吼，伊嘛是几个姊妹啊。嘿，伊咧一个叫招弟啊，嘿，英语名叫 Judy。Judy，啊，因为要搁生查甫诶，迄叫英弟啊，迎接的迎，英弟，英嘿。所以因兜吼，虽然听起来拢台语名，但是拢敢若英语名啦。看起来是有淡薄紧张着无？毋过我就介意你的风格，因为拢无表情，看起来足衰的。毋是，迄个衰是一个效果，你知无？就是很介意这款的。有一款人咧无表情，讲出来的话足好笑的。你看伊的人，这人会遐衰，伊真正无表情哦。足好笑的，就会迄个足注意你的表情。毋过我是感觉到有淡薄可惜，就是爸爸妈妈讲，你足勇敢啊，毋管你做啥物代志，爸爸妈妈拢会支持你。迄句话，若是我可能安尼，免惊，你真正足勇敢啊。
不管你做啥物，爸爸妈妈拢会支持你。这样的话，因拢袂讲。哦，有较明显对的。哦，迄个效果就出来啊。好，安尼就学起来啊，哈。你还好吗？Are you OK？好，无问题。赶快咧，青年甲你长无代志，赶快。无代志啦哦，好，无代志哦，来请坐哦。多少少嘿。刷来欢迎后一位选手芬啊，欢迎。欢迎芬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芬呢。我是一个练喙花的菜鸟啊，刚看会出来，我即摆足紧张的。头拄有一个真水的人甲我讲，你若是紧张吼，你就伫你的手内底写一个人，甲写落去，你就袂紧张啊。所以我就甲迄个人问讲，啊，你叫啥物名？我做过真侪工课。哦，即摆较笑哟。哦，我做过真侪工课。哦，我写剧本、写报纸。我嘛有伫大学兼课，刚看会出来，我专门经袂趁钱的头路，所以前几冬疫情，COVID，我做侪工课拢乌有去，我就足烦恼的，心想袂当安尼搁落去，因为我有2个囡仔爱饲，真正迄2个后生迄个性差足济，逐工拢咧冤家啦，因若冤家，我就会受气，我受气阮某就会叫我去体育场洗玲珑，无受气才会当转去，所以即马。我是一个专卖的选手，囡仔真正袂偷生一，刚知真正袂偷生一。阮迄囡仔迄大汉2个囝大汉了后，细汉的愈来愈像阮某，大汉的愈来愈像阮老母。迄个问题就走出来哦。若是做伙跋落水，你要先救倒一个？真简单，我2个拢无爱救。因为我袂晓受水，我是一个专卖的选手。专卖毋是3T 的吼。无，我袂晓受水。对。我叫芬呢，大家应该会好奇讲，为啥叫这个名？为什么叫芬呢？为什么叫芬呢？因为阮老爸，我叫芬呢，但是我无食薰。爱食薰的是阮老爸。阮爸食薰食到规身躯海了了，嘛拍歹我和伊的感情。阮爸过身了后。我就定定想起细汉的时阵，我拢会互伊念。这嘛是我来参加这个节目的原因。若有机会讲过阮老爸的故事，我相信应该是对伊上好的纪念。爸，你敢有听到？我想伊一定有听到。爸，听人讲，囡仔人有耳无喙，就是这种感觉啦。好啊。我要来体育场洗玲珑啊！谢谢大家，我是芬呢。欢迎芬呢。欢迎芬呢。你昨昏是毋是紧张甲拢失眠？失眠，我小可啉酒啊，但是透早随风，囡仔嘛是吵得起来啊。囡仔乌脸淡薄仔严重哦。你乌脸是昨暝尔就安尼啊？无，我出生就安尼啊。麦克也较歪。我出生就安尼啊。无啦，阮就是烦恼啦。咱这比赛是有淡薄仔时间，惊讲吼，你比到。顺哥，你哪会遐尼久无来找我啦？哈，你最近都无用哦。看个电视台，这个我若唔是骹头开刀，我即马就冲落啊！快手机嘛，快啦！我去叫医生啦！咱这比赛是有淡薄仔时间，惊讲吼，你比到。爱继续落去啊！爱困去安尼。嘿啦，我看起安尼，我体力袂歹啦。所以你到底是你的职业是啥物哈？我的职业是编剧。你编剧。你的职业确实是编剧吗？编剧是啥物？这嘛是编剧吼。编剧就是咧，就是专门咧写剧本的啦。安尼就足恐怖啊！伊通带剧
本嘛是伊家己写的。嘿嘿嘿嘿，我感觉安尼前途性会小可。我甲指点者，纯粹甲指点者，这个写作本的人。我你安那变较好咧。我即首先来甲你分享一下吼，无迄个表演者一个行出来就吐大开的，我得甲你抓到。大家好，我是芬的。你的这个表演的过程，因为你生了真古嘴，一般目睭的安尼乌噜噜的吼，有乌脸的吼，就两种，一种就是咸，哦，嘿，你知影咸无？有种叫咸鸟无？哦，鸟，嘿嘿，啊另外一种就是去毛线啊刷掉。较感觉到迄感情足重要的。其实到后壁你讲甲爸爸的时阵，我有淡薄感动。啊，其实你甲爸爸讲话，爸，你有听到无？伊也足认真的，你莫遐安尼啊，有淡薄安尼啊，莫啦！表演的时阵吼，我惊我会哭还是啥物？不要紧，因为你是真正想要甲爸爸讲话对无？啊，若是你迄感情安尼做到咧足认真的，大家拢互你感动啊！后壁你讲哦，囡仔若讲有耳无喙啦，迄个感觉佫无共款啊，所以你想要有感情的时阵，你就甲伊放出来，无要紧。莫打动啊！迄个时阵就油门甲吹落，人讲油门一摆喊倒入凊彩。对，嘛是要安全啦，安全第一啦。无要紧，今仔日无做好，后一摆才搁套倒。我看得出来你足紧张的，我较早嘛是选手，好，继续加油，好，感谢芬的，谢谢。再来，咱后一位选手，欢迎陈德明。欢迎。大家好！大家好，我是陈德明，德狗。我非常感觉非常荣幸的，咱徛在这个舞台这，今日自我绍介。我自细汉呢，我伫台南出世，伫高雄的家顶看海大汉。阮老母是越南人啦。我有无共款的这个系统呢，互我足珍惜这个系统，因为我无共款的肤色，佮无共款的世界观。这个肤色有啥物优点呢？就是因为讲，我拢无啥咧加日头咧拍的，所以讲呢，从来毋捌讲你有配过安尼。我足感谢这，这是我的故事安尼。我昨去甲朋友做伙啉酒啊，就昨个大乌甲伟迪，昨看恁直接开场表演，迄压力偌大安尼。恁的演出，互规场遐趣味，我伫外口伫遐看，笑规冬的。你笑规工的，笑规场的，笑到暗时到忝。但是安怎？我知影讲原来表演会当遐尔深色，会当遐尔趣味，参加这个活动，所以讲我足荣幸，讲会当来这熟悉遐尔侪新的朋友，会当来这分享我上喜的代志。就是安尼，感谢大家，我是德狗陈德明。欢迎德明。哇，这个阿弟讲吼，因为遐有一个一个分的无食分的分的，迄个会晓写剧本。你连讲个私底下，莫甲另外迄两个啉酒，该去研究剧本。安尼反正你后摆来要个拼一个好的迄个名次吼，机会真大。你喙手假的啊，真的？真的。真的啦。头毛是假的啦吼。头毛遗传阮老爸。恁老爸头毛生安尼哦？无伊拢家底底安尼。伊拢家底底，这家己唔知叫为着要省钱，拢家己剃头。伊伫天顶看到真正会受伤。天顶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会开始讲台语嘛，就是阮老爸。伊破病的时阵，我伫病床面前照顾，一定要甲开讲，要用伊上熟的这个语言，上温暖的语言甲陪伴。迄当中开始讲，到底老爸话是生啥关，我要甲学转来。哎呦，足感动。感动。哇，我看到我才讲话啊！伊真好的所在是会感性的，甲大家看吼，大家交流。所以讲，我感觉讲，我咧听伊故事的时候，我会足专心咧听。也毋过，因为一直咧讲我有做啥，若是会使加讲故事无伤这物件，大家拢记袂掉。祝福你祝福你，感谢德明。欢迎后一位选手，就是吴秋娜，欢迎。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做吴秋娜。吴就是口天鹅，秋就是秋天的秋，娜就是
啊，无你是要安那？会那？无啦，安那会那？啊，水哦水哦。是。嘿，啊，我是高雄人，啊，我的兴趣咧就是画图生、表演、放中央、配音上界顶。啊，听讲，小丽姐姐敢若嘛是配音最厉害的吼。对啊，要拼一个无？哎呦，会使来交流一下。先拼，先搞这个。要拼一个。要拼扫啊！啊，我的专长咧，大家敢知我的专长是啥物？食美食。哦 no， 冠奖。冠奖啊！我看起来像吗？答案就是同款一模一样，画图、表演甲配音。所以我就是甲兴趣变做是一个。小姐，嘿，尽量讲较好笑的，好不好？莫安尼也紧张啦！伊讲两种同款的，个重点咱要笑出来。就是我甲你记，叫你爱笑哦，甲你指名爱笑。你看差不多了你。哎呦，是安怎会遐尔啊介意这个配音呢？因为我自细汉就是一直看放假，一直看电影，伊若咧笑，我嘛对咧笑啊；伊若对咧嗨，我就对咧嗨；伊若咧吼，我嘛骂吼安尼。对，啊伊若点点，我嘛点点。伊是不是爱笑啊？好，谢谢。给我介绍啊！好讲啊！顺哥，你差不多说偌久，你差不多说偌久。别了。就是讲哦，你要看个片子。第一摆啦。这个我若唔是骹头有开刀，我即马就冲落啊！你差不多够偌久啊？啊，即马就是要来表演，就讲，即马要开始表演。你讲我顶下都要生出来了，即马要表演。要安怎来get 这个较晓的查某声安尼？所以最后一个机会，迄个秀伟啊，先来叫来边啊。有啊，伫边啊 stand by 啊。哦，啊，就是无好听到伊俩注意。好警察，什么拢来好。最后一个怎么讲？上尾啊，好来。顺哥，你哪会遐尼久无来找我啦？哈，你最近都无用哦。谢谢。叫医生啦！伊讲迄个叫警察，这个叫医生，快紧的。有人啥物就晓的查某囝，查某囡仔唔是安尼啦。第一就是讲哦，讲笑的人哦，伊袂使家己一直笑。啊，拉着迄个好。对，拉着痛经啦。系啦。啊，所以哦，你都哦，家己的故事哦，用较真正好笑。啊，你无好笑嘛，袂使家己一直笑啊。因为讲实在啦吼，你伫咧讲笑亏的时阵，家己笑，你会家己的状况甲关起来，你无法度甲我们的观众啊交流，所以讲所有的人都无法度听你到底是要讲啥。而且，若是讲这个所在嘛无啥物效果的时阵，你家己笑，我会想讲你是咧笑啥，那安尼我会对你产生一种敌意。我会感觉讲，你安尼甲阮的笑点都无共款，安尼阮就无法度互你带走安尼。今仔日学着足济啊，等去豆豆电脑啊，你若笑笑，那咧哭安尼。好啦，感谢秋娜。小弟我个静静的。给。阮请师傅吼，若是有钱吼，要付的时阵，头前的碗安尼放正吼，啊，等下出去吼，后壁正手柄吼，爱倒手柄来行好势。啊，你给我清凉的。贵人好哦，今晚无代志啊，今晚无代志。我要来介绍后一位选手，应该是正常的，应该是啦，啊无今仔4位敢若。我头就疼。欢迎后一位选手经济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来自着嘉义县埔仔坑。人家讲嘉义出美女，我来自埔子。埔子溪、埔子壁、埔子的查囡仔是高主食。我依然是一位总铺师傅哦。365行，行行出状元。互大家要看卖，我的职业是咧做社会。太低。
差真济。来，小等下，我插一个花啊，恁就知影。哦，梅兰博，哎呦，原来你是安尼 NT 你知390影无？龙的。啊，插这个春花插哦，红红红，互因荣华富贵一世人，子孙代代拢出高人，有无？感谢哦。啊是讲真正呢，我这个麦人婆吼，真正有够牛。迄台湾尾找到台湾头，迄找着吼，迄查甫囡仔吼，大家是安尼戆面搁眼头啦。毋是啦，毋是啦，刚好，这刚好。啊，生做是安尼。故意搁缘投啦，水啦水。吼，啊我吼台湾全省世界吹，这做囡仔吼，大家吼是啊每一个生做安尼美丽搁贤惠啦，吼，啊所以讲吼要找翁要找某，你来找我这个呢上称的迄个麦人婆啊就对啦，吼，吼，啊大家吼今仔日吼练喙花。真笑亏，祝福大家吼会当身体健康，食到120岁，唔免牙乖啊，搁兼免做工课，互大家日子呢愈来愈好过。祝福大家会当身体健康，事业成功，满面春风，大家行路拢有风，互恁拍目笑拢自望，大家财运日日旺，感谢啦！哦嘿，财运日日旺啊！欢迎经济啊！你好。真正你做媒人婆，你讲做几档？差不多有40几档咯。 40几档哦，啊，差不多有几对的新人？若讲几对的新人，差不多40外档来，差200对，差不多。伊即个就真正是 pro 哦，伊是新名嘛，会当配到顶。哦，你嘛帮新人做媒人婆？是，真正，这袂使黑白来做。袂使黑白讲。一对就是功德尊王，带妙应仙妃。功德尊王就是过中福。 伊就是贵子义的后代，后来生下13太保，吼啊！咱讲真，甲新明办即个婚姻吼，实在是足欢喜。这无逐口走有诶，这爱得到新明的同意，就是透过跋杯。即个婚礼吼，真正足无简单诶。哦，迄个时阵哦，规庄仔头拢总出来就对。迄有诶阿公阿嬷讲哦，食到8、90岁。 人娶某捌看过，毋捌看过新明伫咧娶某诶。对，你搁做着媒人婆。对哦，迄种欢喜，咱讲真，迄是一个英雄，足感动诶。今仔日足侪知识诶，哇，是啦，故事真好听。嘿啊，这私底下佮我讲者。嘿啦，啊，这咱另外搁开一个节目，对，台湾风俗介绍。其实我真介意讲吼，即个台湾即个传统诶文化吼，毋通去互失传去。一定。我会记迄当时。但是我甲你讲吼，你这太亲了，咱踮伊私底下，咱手伸出来。无啦。虽然我生甲真悬，我真缘投，但是我即马无女朋友。电视机头前阿公阿嬷若是看了有介意，请马上赶紧敲电话公司台，你的好囝婿，等你的好消息。你讲安尼，讲你家己缘投是骄傲哦。哎，阮听了，阮火给他倒起来哦。阮两个人是万多啦，阮是万多。无带好。哎，规北都会哦。其实我真介意讲吼，即个台湾即个传统的文化吼，毋通去互失传去。一定。我会记迄当时。但是姐，我甲你讲吼，你这真正太亲了，咱踮伊私底下，咱手伸出来。无啦。喂，哪个讲透机？啊，目屎就飞袂离啊！来，我一直想讲，即个要叫迄个手尾下来吼，就是吼，即摆若有讲吼，有啥物情绪无法度解脱的，爱小带来带去。哦。嘿，啊！但是今仔日哦，我感觉姐啊，姐你袂歹。我讲实在哦，故事我爱听，要毋过比赛真长，故事遮尔啊侪着慢慢啊讲。后一节再来用啦。练功。对啊，然后就是练喙花的部分，你有讲迄个家己厝美女嘛吼，啊，若是讲你会当家己讲生笑，你讲啊，大家拢知影讲家己厝美女，大家就知影讲我毋是家己人吼。你安尼讲出来，大家讲生笑啊，你爱家己讲出高水，开场就有一个笑话会当互大家听到安尼。哦，以上就是咱平心吼，啊，姐啊，等于搁练一个吼，好谢姐啊，哎，谢谢得人听哦。哦，今仔日有较忝淡薄。系啊，我每一个人会拢嘛，毋是讲怪怪的，都特别的。足够讲的，无咧足够笑的。好，咱来看后一个敢有去较正常。后一位选手，
阿雄啊，阿雄啊阿雄啊，欢迎。啊，赞嘛赞嘛！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好姊妹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个里长，大家拢叫我里长伯。来，画一个里长伯。无毋对，逐工我的里民拢咧找各种娱乐避暑的代志，实在是有够多。有当时啊，逐工是无闲甲烧草，互人爬，无闲甲戏咧咧。莫怪啊，这个里长伯伯实在是真正有够忝的咧。但是啦，做一个里长啊，一定有真侪里民。人讲里民啊是百款，里民啊实在是足侪款。啊，若讲到咱的里民内底啊，上好笑的啊，就是啊，咱的里民当中啊，若较一般的吼，是逐工敲电话来吼，照三顿咧找啦。喂，里长啊，敢食饱未？哦，食饱啦。啊，若较激动的吼，是逐工敲电话来吼，问候阮老母啦，讲吼，伊要做阮老爸啦。喂。里长啊，你咧创啥货啦？看，哎呀，这段袂使讲出话吼，这段袂使讲出话吼。啊，若讲到吼较激动的吼，是敲电话来吼，叫里长去因兜啦，将里长吼锁伫因兜的门内底啦。亲像一届，我的里民甲我讲，啊里长啊，阮兜哦有电磁波影响到阮兜的规家伙，我决定啊来去因兜甲看详细，甲听看卖一个，想袂到啊。我一入去因兜的厝内底啊！里长啊，你听看卖哦，敢有声无？无啊，无声啊！里长啊，你真少听看卖，敢真正无声？无啊，就真正无声啊！雄雄这个时阵门碰一下，伊怎甲门锁起来，甲我锁伫因兜的厝内底？敢真正无声？有啦，我听到足大声有声啦！好咧，佳在这个时阵啊，伊甲伊的门拍开。我是走哪飞，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今仔日吼，初次见面啊，唔通讲到遐尔啊济啦。大家有闲来办公室泡茶，陪阿翔练翠花，谈天说地。感谢大家！感谢哇，感谢。里长阿翔。到目前为止，我感觉有一点做了就好的，就是这个长度的控制。拄好，袂收长，袂收短，啊，搁袂讲笑到下句。而且伊拄则讲一个什么孤乐必舍，迄啥货啊？哦，孤乐必舍意思就是讲吼，咱若讲华语就是狗屁倒灶意思啦。孤咧舍是咧饿咧，啊必咧行是个舍咧。孤乐必舍。以后比赛你一个人时阵，你的金丝就爱调整。吼，你这个时阵是迄金牌厝边，就说，里长，啊，你甲我处理一下啊，你有听到声无？啊，无啊，我无听到声。然后锁门，咔，把大拢摕咧手里，然后讲诶，即马有声无？有，我连咪处理。这感觉就是一个故事的危险，你安怎处理这个危险？在练喙花的时阵，就会当讲出来。哦，安尼听起来才有惊的感觉啦。好啦，毋过讲甲真好啊啦，免烦恼哦。这个长度有够好的，感谢里长伯。感谢，你真上，是。欢迎后一位选手李碧生。恭喜台台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李碧生，甲大家讲一个好消息。虽然我生甲真悬，嘛真缘投，但是我即马无女朋友。正常。你几岁？我30岁，要报名吗？拄好。电视机头前阿公阿嬷若是看了有介意，请马上赶紧打电话公司台台，你的好竞赛，等你的好消息。我平常的时阵。有伫运动，伫健身房运动，我来表演一下。哎呦，认真的表演。哎呦，手咧抓呢，你手咧抓，正手咧抓，这是你是有认真咧运动无？我无叫你起来，你袂使起来嘿。啊未结束呢。做2摆的。我是真正有练过啊，但是先互我喘一下。有一摆我伫健身房。我拄到一个赤哩的查某囡仔，伊赤一个泰国的无生仔伫的身躯，我看起来足恐怖的。我就甲伊问说，为啥物你会赤一个无生仔伫的身躯？
伊讲无行啦，无行啦，这是我贵姓的阿嬷呢，要甲我斩呢。所以吼，查某人伫外口一定要家己保护。拄则我是坐公车来的，我来的时阵有一个查某人甲我懵呢，我就甲伊讲，啥物代志嘛？你要我的赖吗？伊讲无，我要你的位，我脚足酸的，我会使互我坐。我马上站起来，让互伊坐，因为我不只是一个缘投，善良的少年人，上重要的是，我要落车。最后，我要来感谢公司台办一个 Talk Show 台语的节目，咱有优待的裁判，有趣味的参赛者，欢喜，还有未来竞赛。多谢大家，我是李碧星。哦，从后壁这句未来竞赛袂歹哦。嘿，好，我要甲你讲，好，第一就是讲你等于台语爱小练一下。啊，虽然讲你台语无标准，但是迄使练的。啊，但是你的脚本写了袂歹。你迄个展词有成一个脱秀的迄个选手，伫咧经迄个脚本的迄个趣味、迄个美感，甲迄个呢，迄个趣味感拢有出来。我感觉讲伊的笑话其实拢真新，拢是新的，拢毋是旧的哦。网络顶悬找到迄款，然后嘛是真正是伫咧俱乐部内底听到迄款风格，所以讲我真喜欢你的风格。啊，然后就是你讲家己缘投，你家己佫真正生甲袂歹的时阵，大家想讲你是足摇摆的。哦，平常时是生甲无好看的人，才会讲家己真水、真缘投，啥物才有趣味的所在。你讲安尼，讲你家己缘投是骄傲哦。多谢。阮听了，阮火给他倒起来哦。无盖好。哎，规北都会哦。所以讲会当找家己的缺点，哦，然后提出来讲，然后佮加上你拄则迄个笑话，我感觉你是真有机会选手。对真。好，后一个选手来啊！欢迎咱的吴映贤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生生。我的名叫做吴映贤，你会当叫我生生。真侪人咧看到我的外表，会叫是讲我是一个查甫的，啊，毋过其实我是一个查某的。有一摆咧，我去一间餐厅食饭，迄个服务人员看到我，就甲我讲：“先生，请问你要爱啥？”我想讲，我毋是先生啊，我就甲讲：“叫小姐。”先生，咱遮无叫小姐的服务哦，你这个人哪会安尼啊？有一天咧，我就伫健身房咧运动，屈落去爬起来安尼哦，啊我迄天就咧做，奇怪。后壁迄条一个查甫咧甲我看，还是咧看啥？哦，听到啊！我拜外落遐久，就是即天我春天来啊，我已经准备好啊，所以我停伫遮。然后伊就讲，真侪人咧看到我的外表，会叫是讲我是一个查甫的。有一摆咧，我去一间餐厅食饭。迄个服务人员看到我，就甲我讲：“先生，请问你要爱啥？”叫小姐。先生，咱遮无叫小姐的服务哦，你这个人哪会安尼啊？我就是想讲，我毋是这个意思。我就是小姐。你讲，你就是小姐，啊无你即马是咧甲我讲耍笑？无啦，我是要食饭啦。啊好啊，先生，请问你要爱食啥？如果叫我先生，啊好啊，凊彩啦，刷刷去啦。好的，凊彩刷刷过一分。拜托，迄个你好多涮锅好无？而且我毋是先生啦，哼。食一个饭，敢爱讲耍笑咧。啊，毋过其实咧，我是一个喜剧的演员，所以呢，我嘛是靠讲耍笑伫咧食饭。我就枵诶，我这边枵死啊！我定定诶就爱靠我爸母来甲我饲，无来甲我斗支持，我伫咧厝内咧，我的爸母定定甲我讲台语，要毋过我真少讲，
所以咧，我练喙花已经10几年啊，啊，毋过这是我头一摆用台语来练喙花。想讲我的爸母会看到这个节目会足欢喜的，所以我要甲因讲话一下。爸妈，你敢有看到咱的评审长顺哥？伊的本人甲电视生做同款的，伊生做敢一台电视机的。伫遮我想要感谢这个节目，给我一个机会来遮重新来表演。我相信呢，这个节目有台语的文化，佮有练喙花，会真正会足成功的。而且我相信这个节目会当互我爸母看了足欢喜的，伊会当愿意佮饲我10年啦。好啦，水啦。生生的讲生笑就到遮，多谢大家。欢迎水水。所以你若是真正平常时你的职业是一个练喙花的演员。对对对，听听真正摇巴肚吗？是啊，毋过我嘛是食啊，有淡薄啊，敢若先地的时阵。伊这是我毋是食。对，这是囡仔啊，这是毕嘅。囡仔。哦，囡仔。所以你是安那是啥物？互你这个力量，互你继续安尼？讲练喙花。是讲哦，我的这个节目有2个原因啦。第二个原因呢是才有观众，咱演员呢看到观众就想要来啦。第二个原因啊，就是才有便当啦。有便当对，咱做演员的看到便当嘛是想要来啦。哦，拄则我真介迄叫小姐迄段，我毋是先生啊，我就甲讲叫小姐，先生。咱遮无叫小姐的服务哦，你这个人哪会安尼啊？叫小姐迄段，我感觉真古锥。要毋过你甲迄江音笑话放伫即个真强的笑话后壁，就会感觉小可绿。要毋过你规个设计，我感觉是真好的一个表现，是今仔日我感觉上优秀的选手。上优秀的选手，哇！多谢好评，多谢好意，你感觉好意。我是感觉讲吼，一个练喙花的这个选手演员，哦，啊，你个10几年来吼。这个应该吼，具备一个真好的条件，就是你的眼神，不管是在跟你表演者，即来看你表演的人，做真好的交流。好，会感觉讲你眼神，哎，安尼啊，连面呢放电给伊，啊，连面吼有一个疑问，啊，连面吼有啥物问题，真侪这个交流。啊，无你若做你一直讲去吼，敢若袂输。这条路，敢若你一个人咧开车有无？家己唱啊，家己拍谱啊，家己话好听。不可能的。嘿，你这高端啦。嘿啦，人拢来啊，甲看一个。对，啊，所以就睇到伊个表演叫只有高端陪伴我。一个人咧高端咧去流浪全世界，所以你一定要甲这人当作你的亲情好朋友。今仔日都要报一个喜事，互恁知。今日咧报一个好康的哦，甲大家来分享，爱有迄个互动安尼，迄个气氛会更较好。多谢顺哥。其实我就介意讲迄段电视机。生啊，敢若电视机咧。歹势啦，无啦，这无针对你，我的意思是讲，真哪无针对你啦。是咧讲伊啊。我拢是咧针对你。你最勇敢的，不过你会当搁较勇敢的，讲甲足较大声的。我平常时啊行咧路，人讲哦，你比电视较好看，我甲你比冰箱较瘦咧。对啦，你要讲这款的笑话的时阵，你爱搁较勇敢的，你大声，可能你会生气啦。我袂吼，我哪会生气？我哪有可能？对啦，就互伊吹落啦。伊会生气，毋过伊会忍耐啦。对，不要紧。用免惊，拍袂着啦，不要紧啦。惊袂着顶啦。对，好。好。囡仔抱咧该拼吼。继续甲拼落。好，多谢生生，谢谢。来，后一位选手吴龙龙，欢迎。我是冰冻水果牛浓浓，就是一直弄，迄个弄哦。啊，因为我台湾甲迄国语分袂清楚，所以我的名就叫龙龙，啊，去弄就会使，一直弄迄个。好啦，啊，足侪人哦，一定感足奇怪，但有可能电视的演员来遮参加这种比赛咧？但安尼讲敢若唔对。好啦，你有感觉我是最相对一个演员的无？哦。有无？目睭大蕊的演8点档。王彤。对。哦。王彤。
不是迄个顽童，这是顽童知道的。好，到这就好。自细汉到大汉呢，我拢甲阿嬷看8点档大汉。然后咧，恁敢知我台语其实就是为8点档演的，为8点档学的，足侪少年囡仔嘛拢是安尼吧。所以咧，咱的8点档学的台语其实拢无正统。啊，毋过要来讲哦，就是阮阿嬷咧，伊足少咧运动的。啊，毋过伊看到8点档时阵，目睭白足金的。吼，我无看过我阿嬷遮尔有精神过。所以咧，尤其是看到歹查某的部分。吼，伊一定骂哦，你哪会使上骹踏上船？你哪会使安尼负心汉咧？阿嬷就会讲台语安尼骂人，然后咧，伊就会坐落来，然后就讲今仔日运动够啊！吼，所以8点咧，就是阿嬷的运动时间。我有一届咧，就较白吧，我感觉运动足重要的，我就甲阿嬷讲，阿嬷。今仔日的这连续剧啊，伊会一定演迄种歹查某哦，因为我一定甲加好啊，我甲放去电视顶管互阿嬷看，阿嬷就戆戆安尼嘛，就看安尼。阿嬷讲阿嬷戆戆，阿嬷生气，阿嬷你看8点档拢无咧看感情的嘛，对啊，就安尼看嘛。然后咧，伊就看迄歹查某出现啦，就开始骂，徛起来马上骂，这不好主哪会使安尼对因爸母咧？这了杯仔囝，你真正是一直骂，就徛起来，搁鼓来，徛起来，搁鼓来，阿嬷迄天骂甲足忝的，伊讲奇怪，今仔这个歹查某哪遐歹啊？我足忝的呢，我真正无想要骂啊。所以咧，我甲大人讲，爱互恁的时势，互恁的时代。加看一寡8点档，因的运动，所以这就是因为我想要做8点档演员的原因，因为我想要演一个恰查某，一定爱上恰迄种的哦，安尼阮阿嬷就使保持健康。毋过咧，我上侪时间是开伫健身房去运动，看我的骹遮尔粗就知啊。我逐工咯，就是伫遐练体练，有一工咧，我就伫健身房咧运动，安尼。这是练尻川的查某囡仔学开哦，安尼屈落去，爬起来，安尼我迄工就咧做，奇怪，后壁迄条一个查甫咧甲我看，奇怪，是咧看啥？原来是浩子哥，原来是你。感觉是因为我身材伤好，原来我拜外落遐久，就是即工我春天来啊。然后咧，我一直咧想，尾仔徛伫我后壁，我就讲，你徛伫我后壁。我一定准备好啊，所以我停伫遮。然后伊就讲，你练到足粗勇的呢，我有够欣赏你的啦。原来伊是感觉我足粗勇的，我当做我的春天来啊咧。所以咧，大概若伫健身房拄着我咧，袂使讲我足粗勇的哦，无我真正甲你喊出去。多谢大家。OK， 欢迎龙龙。龙龙这位同学，其实你的条件真好，你个生活咧真古锥，你这个身材这个线条虽然讲练甲真好，如果讲你的表演一开始出来是一个足优秀的查某囡仔，到尾你要表现这个敢若足粗勇迄个感觉，迄个比较迄个反差会真大，观众会突然间互你惊到，哎呦，遮优秀的人，佮有即款的体格，佮有即款的骨势，颠倒去互你感动到，因为你迄个卡本内底迄个笑亏迄个元素嘛真好，你就要把握到你家己的优势，去发挥，因为将来迄个比赛因为比赛是无情的。刚才你生了古锥，苏哥一开始就讲啊。无，这个是你的优点，你要去发挥出来。但是你莫出来足粗鲁的，足粗鲁你后壁足粗鲁，迄个敢若讲你食西瓜爱温一点仔盐，迄个反差真大，迄个比较出来就好食安尼啦。对，你参照你运动的时阵啊，可能你开始的时阵是大家好，我是龙龙，我足粗勇诶。你就感觉这个效果有出来。看起来惊惊，不过反差就好看。效果就好啊。谢谢，嘛感谢龙龙，谢谢。真无简单啊！今仔日九位选手，哇！9位选手拢已经完成自我介绍啊，大家拢已经熟悉啊。大家真辛苦，咱评审嘛足辛苦，对，放松一下啦，后一集再继续来啦，好不好？继续加油！今晚再相会，再会。